段焦点来看总统蔡英文为着要反制中国提出的“一国两制”台湾方案，特别来召开国家安全会议。伫会中讲支持正常交流，坚决来反对“一国两制”，而且提出着包括两化、民主法治等7项的纲领。行政院长苏贞昌嘛来强调讲，这7项的纲领都是为了要防止台湾防统一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这一次的国家安全会议。昨总统蔡英文随行政院长苏贞昌、管会秘书长李大为召开国家安全会议，要反制习近平提出的“一国两制”台湾方案。我们中华民国台湾是民主国家，那我们的未来我们自己决定，这是我们的底线。我们不反对交流，我们反对的是“一国两制”。蔡英文表情严肃，在会议中嘛提出7大纲领，为两化、民主、法治、经济、外交、安全、国防、社会，要有无共款的作为，包括为法制面精细收集，1个月到2个月都来检查因应的方案。我们来团结力量，要防止台湾被中国一步一步进入它的“92共识”台湾方案进程，最后要统一台湾。民进党要的不过是集结现在的基本教义派，安抚现在的基本教义派，但是升高的是对抗的局势，而且是赚取民进党的政治红利啊！政府要顾主权，不过国民党的立委却是牵对选举去，两岸议题共款，互人提出来操作甲讨论。